一個中國乘客喺國際航班上大嘈大鬧，搞到航班嚴重延誤。仲有一個中國男演員俾國家媒體話佢太涼，化妝粉底搽得太多。呢兩件事有咩關係？等我同你解釋下。識英文嘅，中國講中文，唔明都唔好飛啦。我講得好清楚，我係中國人嚟。作為一個機組人員，你講中文都講唔明，你仲係國際航班嘅航空公司人員，我係南方航空嘅空姐。要拍我哋平時我國際航班嘅人連最基本嘅中文都唔識講，又唔明白佢點解要做服務行業啊？請問我邊度啦？On a flight from Chongqing to Kuala Lumpur, Malaysia, after boarding Chinese woman who claimed she's SAF flight attendant of China's Athern Airlines complained that an AirAsia flight attendant, presumably non-Chinese, didn't speak Chinese, told her in English not to talk on her phone, and accused the flight attendant of showing off her English Sharanted Donandan, questioning why somebody while works in an international flight couldn't speak Mandarin, and then airport police was called and she was escorted off the plane. 相信今日你係馬來西亞人，應該都會好留意一單新聞，就係重慶 BSA Asia 呢件事。當然入邊都有啲幾搞笑嘅成分，真係好八卦。我都係其中一個笑到好燦爛嘅嗰啲八卦友。之間嘅後面同一個人，嗰陣時嘅空服人員真係好大聲，我哋現場親耳聽到佢講，佢話我仲有3個朋友仲喺嗰邊，仲未上到飛機。點解你哋完全唔可以等下佢嘅呢？跟住佢又好激動咁問，點解你哋要無端端扣留佢哋成半個鐘咁耐，搞到佢哋而家完全趕唔切上飛機，真係令人好叻。佢仲話我哋明明有俾錢買飛，我哋絕對有權力要求你哋等埋我哋之類啦。之後佢又重複話，點解你哋一定要扣留住佢嗰3個朋友？嗰時我哋都以為佢只係少少嘈咋，之後佢真係返咗自己個位坐低。佢坐咗落去之後，其實有一陣好靜，飛機準備起飛啦。嗰陣飛機已經開始喐緊，跟住佢仲係佢哋打電話俾佢嘅朋友，聲浪其實好大聲，唔係就係用微信語音嘅。總之就有啲影響到其他乘客啦，坐喺附近嗰啲都係啦。跟住隔離走廊嗰位女士就再提醒佢話，飛機起飛唔可以打電話，咁樣會影響到飛機之類啦。跟住佢就好大聲咁鬧返嗰位女士一句，話飛機已經起飛咩？未起飛嘅話，我打電話其實冇問題嘅，即係冇覺得自己好有道理。飛機未起飛，我打電話完全冇錯，你唔可以阻止我打電話之類。請你即刻將你哋雙刪嘅，請你將你哋雙刪除，呢個係侵犯我嘅肖像權。你要刪佢嘅，你有幾百萬粉絲啊，你想紅啊？點解要影我？你今日就直接落堂，我可以成功。點解？食嘅嘅。好啦，就屬你最壞啦，人哋先至係最靚嘅嗰個，非要咁講嘅你先至甘心，真攞你冇辦法啦。我覺得成件事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其他乘客影緊嘅，仲笑佢哋有特權。其實普通話唔係國際語言，特別係航空通訊方面。不過我唔知點解佢會唔知呢樣嘢，但就算係中國嘅航空公司嘅中國機師都要用英文嘅溝通，因為航空通訊頻道就係用英文。個故事呢就話佢喺度大聲講電話，搞到一個馬來西亞乘客唔開心。順帶一提，呢班機係凌晨2點，有人叫佢細聲嘅，但佢唔肯。所以嗰個乘客就開始影嘅，之後佢就冇嘅，話飛機都未起飛，點解唔可以講電話？跟住件事就升級到有空姐過嚟，似乎因為空姐唔識講中文。根據有一個乘客講，呢位女士嘅朋友喺入境嗰度被耽誤嘅，所以佢開始好煩躁，好唔開心。根據一個貼文，喺投訴完朋友被困咗入境之後，都冇細聲咁。當有其他乘客再同佢講嘅時候，叫佢細聲嘅，佢都唔肯。件事就升級到最後要被請落飛機。佢被請落機之前，佢仲開始投訴飛機上嘅人識講中文。其實如果佢真係好似佢自己講嘅係中國南方航空嘅空姐，佢哋應該唔會對同行咁樣表現啦。大家都知搭飛機已經好大壓力，呢班又係凌晨2點，大家都冇想休息，唔想聽到咁嘈，特別係有人大聲講電話。喺電話度咁大聲講嘅，
如果你本身都係空姐，最基本都應該要尊重下人啊，搭飛機都要有禮貌啫，係咪先？但我想講嘅重點咧係嗰種自以為是嘅心態，因為呢啲唔係因為佢有錢可以去旅行，而係感覺上而家嘅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特別係好似當自己後花園咁。雖然中國喺馬來西亞有好多投資，兩地關係都好密切。講真，馬來西亞都花咗太多時間去貼近中國，但重點係，即使係佢，呢啲都唔係旅客無禮嘅藉口。呢單又係另一單發生嘅飛去馬來西亞嘅航班上面嘅事。有個男人騷擾嘅一位女空姐，結果俾人叫佢落機，佢仲話只係輕輕啲掂一掂啫，而且中馬關係好好。中馬關係好好，但我喺呢度又唔係法。係咁，即係關係好就可以性騷擾人啦，咁都得。跟住又有個男人，因為喺馬來西亞一個外幣兌換櫃位見到有新台幣，即係台灣嘅貨幣就攞嘅。我仲另外揾到一啲係屬於香港嘅，呢個係一個美麗嘅國家，擁有獨特嘅文化歷史，有美元同新台幣。香港同台灣都係屬於中國，但佢哋都有自己嘅貨幣，香港有自己嘅貨幣，中國又有自己嘅貨幣。台灣同香港都係屬於中國。A country, okay. Your company. So this is a currency. Taiwan have your own currency. 喺香港其實亦都有你哋所熟知嘅貨幣，冇錯。呢個就係當地流通嘅法定貨幣。UC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yeah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喺呢個國家境內咧 Islam 好唔該晒 currency。其實現金嘅區別。Okay, do you know Taiwan? Yeah, you think AIT belong to China? We know. 我哋都知道，先生，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護照，所以即使台灣有自己嘅台灣護照，但係台灣嗰欄都會寫住中國，你知啦，所以唔使擔心 ，OK。每一個中國都有啲自己國家嘅貨幣，同埋香港本地嘅貨幣，甚至係一啲金融資產。其實可以分為3個時期。所以大家都話美國人係差啲遊客，自以為是嘅旅客。可能你喺餐廳見過佢哋，或者喺酒店要求升級房間。我未見過有啲人會因為好細微嘅事就冇直接睇起上嚟嘅片段。中國人會咁樣反應，係因為佢哋真係相信而家中共嘅全世界都好受歡迎，而佢哋自己都一樣咁受歡迎。佢哋唔明白，其實好多人都唔中意中國遊客嘅行為。就好似我哋上一條片講過，佢中國有好多人真係相信佢哋嘅國家媒體聽到佢哋俾人洗腦，信佢嗰啲就係事實。呢一單就係4月21號喺廣東街頭，有個男人好激動咁講政治。不過喺中國其實講唔到政治，因為你唔可以真係討論政治，你只可以重複中國國家媒體嘅說法。佢話外國人唔敢攻擊中國係因為有山東人，例如山東菏澤生產咗全球最大嘅感冒藥同製藥產業，所以如果美國聽日攻擊中國，佢哋就會叉住你條命，令到你喺美國市民同士兵嘅感冒藥食，即係講緊啲咩？好似泰諾或者阿士匹靈咁。佢哋嘅邏輯就係你可以失去廣東、江蘇或者其他地方，但你絕對唔可以失去山東，因為北京就靠住有藥品。如果山東失守，北京就危險。首先，你覺得美國人知唔知山東喺邊？第二，北京嘅人係咪真係知山東嘅邊呢？呢個就係問題。其實普通中國人覺得自己比實際上重要得多，甚至比政府真係覺得佢哋重要得多。中國政府同人民之間嘅關係完全顛倒嘅。依家中國人覺得自己嘅價值就係政府話你值幾多你就值幾多。喺美國，大家覺得政府係應該為人民服務，係咪？但佢中國就係
佢政府話佢好重視我，咁即係我好重要啦。你睇唔睇到呢個分別好大？你睇下政府嘅角色係咩？邊個國家真係重視自己嘅人民？好明顯喺中國，好多人覺得政府好錫你嘅。你睇下，有個細路都係重複同一套說話：中國好強，中國係最勁，中國最勁。中國呢個國家呢，其實喺好大程度上嚟講，就正係最勁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係實力最為強大嘅中國，喺各個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真係世界上最優秀、最出色嘅國家。中國確實係最好嘅地方。所以呢啲人有個共通點，就係佢哋係政權嘅基礎或者核心支持者。但中國就最憎你唔聽話，反對官方。呢位係演員 John 喺最近嘅一套叫《追憶》嘅劇集入邊做咗個將軍。不過問題就係喺打仗嗰陣塊面完美無瑕，咁疤痕、咁血跡，亦都冇流血。無論點都好似污糟唔到佢嗰張打燈打到白淨淨嘅面。攝影好，音樂又好，但就總係有啲低好似唔啱嘅。根據中國網民嘅講法，因為佢哋開始叫佢做粉底將軍，意思就係化妝粉底嗰個粉底，或者叫粉將軍。因為佢哋落太女性化，完全唔似一個真係喺戰場上嘅將軍。係首先，依家中國人其實唔應該講咩審美標準，因為佢哋上網用嘅濾鏡用到亂晒大龍，搞到嘅人又長又瘦，或者塊面變到好窄。即係話喺中國邊個真係天生靚仔靚女，冇人知啦。係啊，個後生演員男又好女又好，全部都一模一樣，好似真係一個模出嚟嘅。呢個係我作為中國人自己都咁講，真係全部都一樣。但問題唔係個演員本身，有千千萬萬個原因解釋到佢點解會咁樣。可能係製片人嘅決定，可能係導演，可能係選角，可能咩都關事。可能成個行業都好重視女性粉絲，因為佢哋中意嘅靚仔又帶少少女性化特質嘅男仔，皮膚滑滑嘅，我都唔知點形容。偶像個個都係完美面孔，演緊愛情故事，你都知啦，錢同收視就喺嗰度。歷史上都係傳說蘭陵王靚到要喺戰場戴面具，唔係就會失去對士兵嘅指揮權。但我最想講嘅核心問題係，中共好似覺得自己權威受到挑戰，特別係判斷咩叫男子氣概呢個問題。你知啦，某啲明星嘅粉絲，佢哋可以唔同意中共話咩叫做有男子氣概。中國網民同國家媒體就開始攻擊呢啲比較女性化嘅。你睇啦，今個月就針對男子氣概嘅攻擊。與此同時，胡歌嘅粉絲就開始為咗辯護，反擊咗賬號用嚟形容嘅太女性化嘅說法。呢件事就進一步升級，變成一場關於外貌嘅輿論戰，討論到底咩先係正確嘅做法。如果問我啦，老實講，我覺得所有劇集，甚至係古代戰場相關嘅故事，或者將軍角色，應該揾啲好似阿諾舒華辛力加或者史泰龍咁嘅人去演。或者至少都要揾啲似丹尼爾基克或者亨利卡維爾嗰啲人啦。你知啦，真係有肌肉嗰啲男仔啱啱先，咁我覺得呢，佢先至係大家對將軍嘅好印象啦。但係又講翻，解放軍同中共其實都冇資格講呢啲，因為你睇下佢解放軍將軍個個都好似連張凳都起唔到身嘅，全部都似係可以喺戰場上同5個漢堡包打仗多過真係打仗。不過講真，我唔係嘅話，邊個啱邊個錯，或者幫邊個講好說話？老實講，我覺得胡歌都幾靚仔。不過粉底將軍呢個花名真係幾搞笑啦！我只係覺得中共最憎就係當佢哋控制唔到嘅。有人仲講笑話，話係因為佢老婆嚟緊胡歌嘅劇，然後佢見到就濕燥，所以先會攞文決定喺媒體度大肆鬧個演員。但係中國共產黨其實已經將男性氣質變成一種好死板嘅審查標準，即係將佢政治化嘅，將呢個概念簡化成一個符號，意思就係你一定要似解放軍嗰啲士兵咁樣。如果你化妝搽粉底，咁你就一定唔夠 man 啦。呢種睇法同我哋現代對男性氣質嘅理解好唔同。其實咁樣唔單止係侮辱咗公眾嘅智商，因為好明顯佢可能所有男人都一樣樣啦，但同時都反映咗一種病態嘅執着，或者我成日講嘅控制狂，淨係着重表面嘅標誌。問題係中共官員係咪真係冇在意胡歌嘅氣概？可能只係一個普通人呢？好似話啲人好中意做 gym 打波或者做咗所謂好 man 嘅嘢，其實佢哋根本唔在意，佢哋只係在意呢個演員喺劇入邊嗰一刻嚟落有啲女性化，所謂嘅娘，所以佢哋先唔中意。其實我想講嘅重點就係，中共一定要堅持佢哋覺得啱嘅，如果有人想偏離咗呢個標準，佢哋就會決定審查你，或者將你變成下一個要鬧要打壓嘅對象。有一樣嘢我
想講下關於中國同世界其他地方嘅審美標準呢件事，我覺得其實有啲脫節，就好似佢哋點嘅遊客點睇自己嘅世界嘅形象一樣，佢哋唔覺得呢啲係奇怪，覺得呢啲就係中國發生緊嘅事，仲以為全世界都係咁，所以你哋喺邊會覺得好正常，但係你喺外邊嘅就會覺得好奇怪，但到頭來呢啲就係佢哋接觸到嘅資訊。所以關於男仔嘅落陰柔定陽光，其實真係好唔同。多謝大家收睇今集，想聽下你哋對粉底、碎粉同埋整體嘅睇法。仲有各位俾人趕落飛機嘅乘客，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希望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下集再見啦，拜拜。